在地人在地前来看春联，年要到啊！这咱知影，即摆呢真是乡亲，真拍拼拜摒扫厝啦，摒扫的是当然爱换新的春联，独具报新，旧的无去，新的就无来。即摆详情是啥物？详情的春联你敢知是啥物？这是南投德山一间庙前广场举办写春联的活动，有书法家就将这个疫情宣导呢，创作出对联，看起来真趣味，嘛变成现场上界受欢迎的春联。 南投德山这间庙前广场举办写春联活动，书法家写的顶卡是“通宝一条，风范生灵涂炭”，下卡“隔离检疫，保护经受护山”，花批翠暗挂好挂满，完全对应即马大家上要紧的肺炎疫情。 然后在营业场所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宣导，很符合时事的春联，我们当然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啊。防疫春联引人注目，创作的书法家讲，疫情已经1年外，大家心内拢真郁卒。因为疫情真的也是受够了，这个春联大家要贴在门上，啊，大家家家户户都贴，这个防疫的观念的话，那个防护的网就变成一个网络。写防疫春联，卖使宣导防疫。台中有书法家写陈时中春联，用变形字体结合陈时中和这位先生，伫农历过年期间特别声人。